佢哋何次第3號親民黨總統候選人宋楚瑜，佢跨黨簽了民國黨嘅主席，就是新主戰客家們齊群人做佢嘅副手。有學者認為，呢係宋楚瑜而從客家票嘅後期，係因為搭配也相互拉推兩黨嘅相勢，或者強下內邊部分嘅立委嘅性質，對雙方來講都係好處比壞處多。親民黨總統候選人宋楚瑜去到附屬齊許營的故鄉新竹，客家鄉親體順風歡迎，也係兩個人頭一擺向下下鄉走行場，頭一站就去到客家泰安新竹，同時係民國黨的太本營。宋楚瑜搶攻客家選票的企圖心更顯明。客家人一般來講對這個客家子弟，是相當的支持，所以徐繼瑩成為他的副手的話，對於新竹、苗栗我覺得這些客家人的這個部分裡面，他的選票，甚至對桃園的客家人的選票都會有一些變化。各位親愛的鄉親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宋楚瑜就係做得用流利嘅客話跟鄉親互通，美食記下擺睇公開場合講，主攻係河南上丘嘅客人。我新丘係客家人出輩，我的妹妹嫁的苗栗也是客家。我老祖先係客家人，是江西吉安。他有見識，有科技的頭腦。一擺縣總統以韓國前妹妹係客人嘅民國黨主席齊許營做副手，或者吳春生認為安尼跨黨派嘅合作，做得爭取中間選民嘅支持，發揮1+1比2大嘅效果。他們兩個合作起來了反而大家覺得有作為，因為他們可能有辦法在立法院兩個加起來有辦法組成這個黨團，那黨團他們對於政策就有影響力，所以他們所以現在所說的就更具有說服力學者賴玉強分析，台灣選民的自主性跟條過來比要提升10萬多位，已經唔係搶難，也係六個政治形態。故所愛突破5%嘅政黨票，其實各有機會。以下唔排除民國黨經過內部民調過後，會喺打票前號召選民跟政黨票打本親民黨的可能。親民黨就一定會照顧到民國黨的利益，為什麼？因為他們當時是共主一個總統候選人，而且是民國黨把他的票移轉到親民黨這邊來，親民黨的立委就一定要照顧到民國黨的訴求。這樣的情形，客家人在親民黨內有影響力的可能性就存在。親民黨的宋楚瑜跟民國黨的齊許營向下參選正副總統，就係做得聽數親民黨幫到客家族群的選票，要做得幫好兩黨的氣勢。最重要的係愛政黨票，愛不分區立委的席次，一擺兩黨的結盟，未為台灣政治寫新的歷史。客家新聞，徐榮尊、賴冠宇、鍾一山台北報道。